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号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卫生所、诊所等要治流感医疗民众，嘛是搁排队排到落长，工会已经全部坐落，自费的搁有40万剂。今仔温度嘛淡薄仔回升，也毋过拜五会搁有一阵今年寒冷上中，寒流顶级的冷气团，北部会搁湿搁冷。美国总统川普甲以色列总理见面了后，表示美国要接管加沙。沙特阿拉伯表示反对，约旦嘛无排除要甲以色列开战。来看这几天哦，民众拢赶紧要注流感疫苗，卫生所、诊所是拢排队排到落长。咱来看台中，因本地嘛按什么伫订货来设注射站，也毋过因为公费的流感疫苗无够，只会当来先注其他的疫苗。另外伫高雄哦，阁有公费流感疫苗通注的诊所嘛无坐落。也毋过目前哦，自费的流感疫苗阁有40万剂，所以有袂少民众就改注自费的。民众伫台中市中西区卫生所外口排咧排到落长，就是为着要注流感疫苗。要出国，用在快注啦吼。嘿，较保险。这10点流感疫苗就注完，民众是继续排队改注新冠肺炎疫苗。台中市府统计，这2日流感疫苗注超过15000剂。医药平台先关起来，本地买伫元宵订货提供的流感疫苗、新冠肺炎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注射服务，但爱调整。如流感疫苗届使用罄，仍会于疫苗接种站持续提供新冠疫苗、13价及23价肺炎链球菌疫苗。高雄同款有袂少人要注流感疫苗，前定这间诊所也未8点，都有人来挂号。我刚刚打去大医院问，自费跟公费都没有了，下个月要去日本。这诊所公费疫苗用尽，民生病院干那20支嘛做一个注完。诊所表示，公费疫苗特别用了，自费的按算伫这礼拜嘛会注完。台湾是没有缺药的疑虑的，所以其实只要你真的有就医，我们都可以及时的投予这样的药物。重点是最好是在48小时内，2天以内可以投予。那5天内给药，其实都还是可以很有效的降低这个重症的那个几率啊。过来这2礼拜新增加142站重症，25件死亡病例。不过医生提醒讲，过来治疗流感的药啊有够，就算无注到预防针，嘛会当挂喙罨来保护家己。民众唔免伤过惊吓。公视新闻综合报道。今年大 S 因为流感引起肺炎，伫日本过身，互民众嘛正关心旅游的保险。有专家是讲，伫新冠肺炎的疫情过了，大部分的海外旅游平安险拢无赔，亲像流感这款法定的传染病的医疗费用。经管会调查嘛指出讲，咱国内有18间产险公司有赔这款法定传染病业者只有5间尔。最近大 S 伫日本因为流感并发起炎过身，引起国界的关注。不管是台湾，也是民众爱去的日本，拢爱注意流感的疫情。但是出国旅游，民众定投保的海外旅游平安险，其实无一定有赔流感这款法定传染病的医疗费用。实际访问发现，民众无一定知影。这个部分是忽略掉的，法定的部分我们就是单纯的买旅游平安险、医疗险而已啊。如果我要出国之前，我会先做一下全面的研究。我目前还不太清楚。我知道那网络上可以查得到，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再上去查，然后再买就好了。根据金管会的调查，海外突发疾病的医疗险有给付法定传染病，只有5间保险业者，分别是台湾产险、旺旺优联产险、华南产险、安达产险、甲南山人寿。专家讲，买海外旅平险就要甲详细条文斟酌看好清。不是说我有买到海外医疗的理赔部分就可以安心出国了，因为目前的部分呢，台湾有18家产险公司当中，只有4到5家的海外医疗理赔有把法定传染疾病纳进去做理赔。专家讲，伫 COVID-19 疫情过后，真侪保险业者拢甲海外旅平险的法定传染病理赔提调，民众出国进前对详细保险条文就要有意。
除了要注意路边险的条文，也要注意保险敢有够价，出国拄到意外才有充分保障。记者阮林玉凯台北报道。今仔日是开始哦，寒流减弱，温度是有淡薄仔回温。也毋过，这礼拜五又有一阵今年寒冷以来上强的寒流顶级的冷气团，会影响到拜六礼拜，北部甲东北部会搁湿搁冷哦，高山有机会会搁落雪。伫寒流减弱了，太平山园区内面的冰霜慢慢消融，不过伫树仔顶也是一寡残雪。真侪民众去山顶耍，自拜三日时开始，各地低渐回温。伫大台北早起，也阁看到日头，不过过头了，水汽会变多，会转做无稳定的天气。自拜五开始，强烈第六冷气团或者是寒流来，温度会一直降，中部以北低温会到8、9度。冷空气的影响之后，礼拜六的温度是很明显的下降许多。那预估在最冷的时间会在礼拜六到礼拜天这段时间，温度相对是比较寒冷，大家要做好保暖的工作。要拿拜四开始，北部、东半部也有东南部的山区，拢有短暂转好的天气。自拜五到拜六，雨区会变大，桃园以北、东半部加西半部的山区拢有雨，而且也有冷空气来，所以感觉是湿过冷。一直到后礼拜日，北部、东半部的天气拢无稳定。伫北部关山又有机会落雪。在北部地区来讲的话，应该也是在这个大概2500到3000公尺以上的话，山区才有可能有一点点飘雪的机会。专家讲，这边的冷空气将会达到寒流的顶级，自后礼拜开始，也无看到有冷空气落来的趋势。但是即马季节已经进入春天，所来天气系统变化真紧，民间族群也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哪里拢抢讲要大罢免，初三罢免团体送出19个国民党的立委甲新竹市长高虹安的联署书。今仔有团体嘛送出台北市中正艋舺区的立委吴派益第一阶段的罢免书2678份，嘛预告讲立委吴思瑶的罢免书嘛赶紧上镜。铲除克星，罢免双无。国民党青年团发起罢免台北市双吴的民进党立委，初五一透早8点半送到第一届罢免吴派益的提议书2678份到中选会。根据中选会统计，加起来已经收到1案的县市首长的罢免案，19案的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和1案的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像我们在联署摆摊的时候，地方民众其实都蛮支持我们罢免吴沛忆委员的。因为有一些民众，他们就直接说，在地方上其实根本都没有看到他来走跳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民众，其实经过看到，其实还就是充满疑问，说吴沛忆是谁？我们等于是分批次的，就是以吴沛忆委员这边的文件，我们就先送。然后吴萧委员的话，我们目前还在造册中。面对民进党发起大罢免标，国民党发动反制。团体嘛，预告讲，这礼拜就会送交立委吴思瑶的罢免案，看到哪里四家拢在战，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嘛，亲上火线来回应，民众党是强调讲一定会参加。就罢免的串联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2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民团自动自发，这个是针对蓝营所提出来的罢免案；反观对于吴思瑶或吴沛忆等绿委所提出来的。背后都是国民党的势力不演了，用罢免的手段作为要参选选举者的起手式。民进党不适任的立委非常的多，所以台湾民众党在这个一直在呼喊说，那么多的这个民众都反对大罢免，然后请这个赖清德要赶快踩刹车，他其实一直在踩油门。台湾民众党不会坐视不管，我们一定会有反制的动作。立委张启凯表示讲，收到真侪哪位传信息邀请伊来参加宣讲，佮伊个讲刷落来，民众党嘛家己办活动，党籍立委嘛无排除讲会下乡做伙来反制绿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台江中央政府的总预算，行政院的中部办公室打出公告，指出讲，因99%的业务费拢互台调，今年只剩7万块的业务费通用了，纳水电拢无够。中办的执行长是表示讲，各种的业务甚至办护照拢会受到影响。也毋过，南亚立委是要求讲，行政院得爱清楚来说明中办的功能，才袂造成民众的不安。
展出今年度的支出计划，行政院中办的执行长庄敬庭讲，因为业务费互人大抬掉99%，今年真侪业务恐惊拢无法度做。中办过去的年度预算大概在600万的规模左右，那今年我们提出的预算是大概700万左右，但是被砍99%，办理护照、制作护照、储存护照的空间可能受到影响。行政院中办的门口佮打出公告，讲因为业务费互立法院抬掉99%，今年干那剩7万块，除了基本的水电开销无法度支出，5位约聘人员恐惊嘛会无头路。业务方面包括在收工课会勘，抑个有民众真正的案件，拢会被迫延前，也是冻点。行政院中办阁表示讲，只有17个中央部会合署做伙二者办公，除了无法度支应相关的费用，甲民众上直接有关系，领护照甲办理急件，拢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真的会影响到一般办事的人员的话，或许是会有冲击。因为预算的关系而把中南部一些地方政府机关把它停掉的话，那变成中南部的民众全部都要为了一件事情都要往台北去跑，对，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间。民众烦恼会造成不便，因为国民党的立委是表示讲，各部会伫遮拢家己有家己的业务，行政院应该爱对外来说明中办的功能到底是啥物。希望说这个实际业务到底有什么样的实际业务会被影响到，这个应该行政院来把它讲清楚，不要造成民众的恐慌。国民党立委指出，行政院区域联合办公室部分的业务功能甲基层公务员重复，甚至聘用的人员薪水相悬，或者是有调工要互人趁钱的问题。反映出政府资源运用应该更较妥当，嘛显示出联合服务中心的定位甲功能要进一步来检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防部决定，海军陆战队第66旅调整的计划哦，未来指挥权会对陆军的陆军团交予参谋本部，嘛以美国陆战队来进行转型，增设无人机的部队。国防部公布测试几天，增设12台自卫强机、7台自卫强舰鸟台，一共出现3粒空飘气球，其中2粒飞过咱北部的空域。面对强军不断的侵扰，这么团讲。咱国军逐步强化大台北中枢地區防務安全。伫這份協定，甲海軍陸戰隊66旅的作戰指揮權，由陸軍的陸軍團改做直屬有參謀本部。未來甲憲兵202指揮部共同擔任守衛首都中樞的戰略預備隊。之前就已经有这些快艇，它有尝试想要从淡水河口这边来去做一些突防，凸显的是今天我们在防御上面的话，可能必须要有一些调整。北部这一边，或许现在来看的话，会需要这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力量，它是快速反应部队。中共在这里有做一些快速突穿的状况了。第这几年汉光演习，陆战66旅装甲部队拢有加入淡水河反登陆作战操演。2017年时阵，也拄则加一个步兵营，移防到北投复兴港营区，并负责首都的防卫任务。66旅也进行组织的调整，由美军陆战队转型，拆铁战车营、炮兵营，甲 M60A3 战车、M109A2 自走炮移交予陆军。另外，规划增设无人机部队，一个航空飞弹连，一个部署车阵飞弹，来加紧快速加机动打击战力。导入无人机的配置，让它具有更高度的机动性，可以协同首都圈的宪兵部队进行防护作战，截断中共的这种斩首行动，或者是特种的突袭作业。听讲这是总统赖清德上任了，第一遍要求国防部进行的兵力结构调整专案。不过对于相关的传闻，海军司令部表示暂时无回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立幼龄园教保员毛俊新的性侵案，监察院早起公布调查结果，认为讲台北市政府无依法落实行政调查，对总立管有重大的威胁，通过纠正台北市政府。台北市需要教保员毛俊新性侵幼儿的案件引起社会注意，监察院伫咧初步公布调查结果，认为台北市政府无依法做到行政调查加对总立管。无督促教育甲社政主管机关发挥跨局处协调联系合作，造成7大断点，和案件漏接，有重大威胁。通过纠正台北市政府，我们7大断点从到尾讲了2个重点嘛。第一个就是第一时间没有落实行政调查，那另外就是教育局跟社会局没有跨局处协调合作。
所以我们最后纠正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自111年7月接到第一件通报案件开始，就无依法做到行政调查加追踪立管。除了请台北市政府移除教育局加社会局的主管人员，同时也要求台北市政府法务部督促所属重新进行行政调查加司法侦查。在这些系统里面，太多断点，大家看到了，一个是法令的不足，我们的性平法没办法用在幼儿园，因为它的定义对于学校，大家都认知只有国小、国中、高中、大学，那幼儿园的孩子呢，不适用。市府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与家长与孩子站在一起，我们以守护孩子的安全为最优先，在后续。教育局在监察院的这一个完整的内容了解之后，会进行再更细一步的回应。教育局是回应讲，已经全面实施10大真正方案，来作为当前处理幼稚园信任案件的重要执行方针，并且重申已经全面检讨这件案件的处理过程，查清楚新旧法适用的范围所在，好以后袂再发生这种代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世界棒球经典赛的资格赛 WBC 的官方昨公布各队28人的名单，也毋过咱台湾队目前名单只有27个人。总教练曾詹和古是表示讲，是因为利比的选手郑宗德已经受到匹兹堡海盗队大联盟春训的邀请，所以无要参加这届的资格赛。除了拍出去减少拍空，或者是为兵背过，备战经典赛、资格赛，雷亚手吴念婷、王博贤、张子佑甲林子辉，大家训练原本找了后，单伫美国电动铁到回团到底训练。按过 WBC 官方测试第10分公布，各队28人名单，咱的队伍只有17人无电动铁。稍早也接到消息是说，球团这边因为他今年可能就是有机会去竞争大联盟的一个机会，那希望说他留在球队上面，然后去做好准备。那我们也听到这个消息，也替他值得高兴。战后国方大会先要求先付初步18人名单，开始送出18人。不过大联盟可能先收到匹兹堡海盗队邀请地中海大联盟春训的消息，才成做17人。即嘛有雷亚手有真济功能，调配无问题，会透过训练加大汉交流赛选出最后18人名单。大家好，我是秦伟忠。即开吹中中文挨杀子，限制6天古人守护神金元中出现伫大韩国际交流赛卖票记者会，讲到12甲13伫大巨蛋的比赛，直接点名队长陈杰宪，引导够厉害。 대만에서도 인기가 너무 많으시고, 야구도 잘 하신다고 많이 들어가지고 굉장히 경계되는 선수 중에 한 명인 것 같습니다. 他用他最好的球威。 而我在场上就用我最棒的专注力，然后最棒的攻击，然后两个在场上，擦出火花。陈杰宪希望2人有精彩对决，教练团也希望限制一军的强度，和球员面对青训投手，能赶紧调息。中职表示，这摆比赛暗时6点半开始，开放比换加 L2 楼层，票价400到800，大拢买起，希望球迷能和球员上直接的支持。 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世界棒球经典赛明年3月要举行，咱台湾队的爱先队资格赛开始拼。这个月21到25伫台北大巨蛋，台湾、南非、尼加拉瓜佮西班牙要拼2个参赛的名额。这届的台湾队长同款是12公赛的陈杰宪，资格赛咱台湾队的选手名单，佮有啥物特色？ 今仔的解剖新闻，咱就请接安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解剖新闻，我是接安。今仔解剖新闻要继续来讲，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资格赛月底就要升伫台湾台北大巨蛋来开战。咱台湾因为有先摕到12强的世界冠军，即马是声势当咧唱。 咱这边拄则公布36个训练名单，主办单位就搁大声公布资格赛28人的正式名单。这届会当讲是咱的选手投手是上届大阵，有徐玉起，搁有伫咧日本发展的高林瑞阳，搁有咱的捕手12强的林家杰，嘛要继续来比。内野的大炮有林子贵、吴念婷，搁有国防部长
张玉成，个外野手是陈祖豪，个台湾队长陈杰宪是要继续来做台湾队的队长。这28人的名单当中呢，是搁再减一人，是因为这原本伫名单内底郑宗铁。因为今年是真有机会并入大联盟，已经请球团来辞掉这届经典赛、自计赛比赛，确定是未来参加。目前若是照这个计划，2月21开始的连续来拍3天，台湾会陆续来对着西班牙、南非甲尼加拉瓜。2月21台北大巨蛋连续要拼3天，这详细选手名单。总教练詹浩区是讲，2月15日来公布这选手名单，2月19进前拢可能会搁再变动。咱另外搁再讲到这经典赛比赛规定，抢镜比赛强，搁较硬斗，搁较歹拍，因为因是同意这比赛国家，只要你有才调调会到，你嘛使去调这大联盟第一线选手当来拍。只要是讲这参赛国，你有伊的国籍、护照加血缘、血缘，就会使来代表这参赛国家来参加这届比赛。死到正经就是强对强，硬对硬，佮线拼线。咱若这自计赛的8队是全部比了，就会佮选出4组参加明年经典赛2026年的正赛。那加上原本就已经有资格这16队，拢总是20队。会阁拆做4组，每一组阁拼出这前2名，来拼最后的抢冠军。美国大联盟嘛有针对这届经典赛特别有点名出台湾，讲到台湾今年只是运气较无好，爱对自计赛来拍起来。不过台湾拄则摕到12强世界冠军，阁有主场优势，这表现相信是一定会足够精彩。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将镜头阁交登去主播。感谢这安哦，咱继续来关心阿东运起鼓咯，并学的混响的比赛，咱台湾是以8比9输给香港，过来特别对阵科威特，继续来拼晋级。另外，台湾男子冰球代表队哦对阵日本，真可惜嘛输给对手。亚洲冬季运动会预赛第2天，台湾男子冰球队踢到铁棒。面对金牌大联盟日本队强烈的攻势，敢若拢无在调，和对手逼出61变下境。第29落8分，比赛结束，咱0比19输给日本，经历过一场震撼教育。当然，这是一个强度很高的比赛，在台湾基本上很难去经历到这些东西，不管是身体上的碰撞，或者是他们在就是使用身体上面来说，都比台湾的还要强很多。真正唔甘愿，因为比赛前才拍过土耳其U20大赛，还阁摕到第2名，但高山无法度适应日本队的拍法，爱赶紧找回手感。因为世界各国拢启用规划选手，所以这阵也正硬斗，要对顶一届银牌韩国，教练已经传好战术。那我觉得韩国可能更多的身体，所以我这场有要求他们身体的接触要多一点，那也是去面对到下一场会遇到的情况。在冰俄混响预赛，台湾是派就以选加6比9代表出赛，不过尾下8比9输给香港。虽然第一战输，不过下一场对科威特也是有机会。因为台湾代表团的大团已经正式到哈尔滨，尚未看好的竞速出兵代表队也伫现场化传好啊。因为这次我们女生陈英竹在100公尺是其实有机会拿牌的。这边总共67位国手参加比赛，从台湾参加亚冬运史上选手人数上最一届，希望会让在明年冬季奥运来进行，刺激台湾的选手替台湾抢更加多门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人力银行调查发现，讲过年后开工的前一日咯，人力银行网站的参观的人数创4年来的新高。嘛发现讲有不少的上班族，家己日表放伫网络顶头，准备要找头路。打卡上班无用几工，过年了后开工，真侪上班族嘛计划要换头路。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过年后开工日的前一天，网站的浏览数是到250万人，创4年来新高。另外，佫增加24%的上班族，但你日表想要来找新头路。我也准备要转职，因为小孩教育的问题，调薪啊，最基本，然后福利啊。
人力银行分析，要找头路的人，看好景气是对顶悬行，就业市场的机会真多，其中佫以21到30岁上班族上多，上侪人选的换头路的方向是希望找到无共产业，但是共职务的工课。另外，统计今年1月有高达79.2万的工课放出来，年成长率是16%，其中餐饮理属业都有8.5万的工课，这么多，医疗、不动产等等加起来，拢总有16万的工课。餐饮旅宿业的部分大概就占了1半左右，急需补足他们的人力缺口。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3间金矿暗算对外招募超过3.8个新人，上侪亲像国泰金、中信金各7500个工课，各富邦金有6700个。除了传统的金融专业的人才，金矿业各甲眼光放伫数位科技专业，亲像分段技术、软体工程这技术，要抢科技人才。金融产业本身对人力的需求相对的也提高很多。AI 跟金融方面的这种搭配这方面的人力需求更准确。专家分析，伫 AI 的调流之下，各家金矿嘛拍拼要对，年后企业人才拢想要叮当，双方嘛是要斟酌评估，才会当达成长久的合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为特别鼓励少年人登去故乡发展，云林县政府伫企业的关注，伫3档前开始提供少年人创业的补助金。今年补助搁再增加，微型的创业上侪是补助50万块，专业型上侪是当来补助300万。甲云林在地生产的米加工包装，增加市场的销路。搁有拍铁做砖塔，嘛会当在人设计真侪文创艺术品。按照桌顶摆的每一卡手指，嘛会当透过 DIY 家己动手做出来。然后我们主要是 DIY 的银饰以及钻戒的定制。然后我们现在人次非常多，人流也非常多。然后我们在过年期间，建国一村有满市集，非常多的人都来逛市集。为着要鼓励少年人创业，云林县府3档前有企业关节药开办青年创业补助，提供户口伫咧云林县20岁到40岁人创业资金补助。今年阁增加甲微创型本地补助30万，有悬到50万；专案型本地上悬200万，提悬到300万。那不管是农业或者是烘焙类，或者是我们有做金属类的，那比较特殊的还有像我们有办抓周活动的相关的一些青年都参与我们相关的一个青创的一个补助的部分。为着要甲在地青年劳力，县府提供创业补助金，会当用伫咧厂房、设备等等的投资，透过专人辅导甲课程的资源帮助，3年来顺利辅导37间青年业者创业，类型有农业、文化创意、运动休闲等等的无共领域，希望鼓励青年留伫咧家乡创业。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将伫白宫做伙开记者会。川普表示讲，美国准备要接管加沙，让巴勒斯坦的民众通伫加沙以外的所在生活。也毋过，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特使是表示讲，应该爱尊重巴勒斯坦的百姓选择登去故乡的愿望。目前上新的消息是，沙特阿拉伯嘛强烈表示反对，约旦嘛表示讲无排除要甲以色列开战。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在白宫针对加沙走廊停火的情景和结束战争这议题会面。纳坦雅胡嘛变做川普第2个任期拄就任以来第1个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The U.S. will take over the Gaza Strip, and we will do a job with it too. We'll own it and be responsible for dismantling all of the dangerous unexploded bombs and other weapons on the site. I don't want to be cute. I don't want to be a wise guy, but the Riviera of the Middle East, this could be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so bad. This could be so magnificent. 虽然讲中东有真侪个进程都已经讲完，但是川普嘛是建议讲加沙伫中间的期间，伫加沙以外的所在定安置巴勒斯坦人，而且用永久这个词。采访记者这个时阵嘛翕到纳坦雅胡的嘴巴翘起嚟，敢若在笑。If we can get a beautiful area to resettle people permanently in nice homes and where they can be happy and not be shot. Our homeland is our homeland. If part of it is destroyed, the Gaza Strip, the Palestinian people selected the choice to return to it. We should be respecting
the selections and the wishes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伊讲川普阁签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而且停止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厂处提供资金。伊认为联合国必须要做更加好。川普伫第一任期的时阵，就把以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有偏见，无法度有效保护人权做理由退出人权理事会。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为特别纪念3.1抗西藏恐怖66周年，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为西藏自由骑车的活动，伫3月初9要举行。今仔西藏青年会主席嘛专工来台湾宣传。另外，美国的智库最近嘛公开呼吁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就要加强人权的议题。骑脚踏车满雪山西雅旗，骑向立法院群贤楼。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为西藏自由而起的活动，希望展现西藏人的意志，让更较侪人关注。为2009年到即马，已经160人为西藏自由自焚牺牲生命。现在在流亡中的维吾尔人、香港人、西藏人，我们大家要团结的力量，我们各式各样的活动是在一起要做的，所以有一天我们会达到我们的目的。全球差不多有16万个西藏人流亡海外，其中超过35000人拢是藏青会成员，是民间真重要的一股力量。连续15年举办的活动，今年也迎接特别贵宾，就是第一摆来台湾的西藏青年会主席贡布顿珠。From the Taipei, from this press conference, we want to convey the messag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he Tibetan people will continue to resist, will continue to fight until our rightful independence is restored. 香港团体表示，过去香港人也真贵，香港未正做即马被压迫的香港，不过意识到的时阵已经被复反抗，所以台湾成为对抗极权的民主前线，更加需要继续关心人权和民主。虽然我们目的可能最终目的地并不一样，可是我们作为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必须要在这个时候互相的扶持。美国智库最近发布报告，呼吁川普新政府对中国震撼以及情绪少数民族，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亲像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或者是甲各国政府合作，加强对北京的外交压力等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这礼拜伫亚洲访问，初三宣布甲日本的软银做伙要开新公司。昨伫南韩嘛宣布要甲南韩行动通信的领头去Kakao的联名，来提供 AI 服务甲相关的产品哦。奥特曼嘛讲到讲，日本甲韩国买来参加美国准备要开5000亿进行的 AI 基础建设的计划。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测试甲南韩行动通信上大的公司Kakao执行长电信下出席记者会，说明未来上好的合作模式甲环境。提供电商、行动支付甲手机游戏服务的Kakao行动通信业务伫南韩的市占率高达97%。不过 AI 整合开发选择伫对手 Naver 后面，这摆甲 OpenAI 合作计划打造全新的行动通信版图。But I think we have a shared vision for what AI can do, and we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AI and messaging. I think there's a really rich thing to explore there that can improve the experience a lot for users. 这是奥特曼这礼拜宣布的第一件跨国合作案。初三，伊甲日本软银创办人甲执行长孙正基宣布成立合作公司，双方有50%的股权。软银每年也会针对 OpenAI 产品开发投资30億美金的资金。最先端のね、今人類の最も関心のある最先端の技術で、しかも世界に類を見ない完全統合のですね、データによる企業内のこの超知性、これを作りに行く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奥特曼的亚洲行成绩真好，目前除了两家合作案件，也拜会日本首相就破布，加日韩两国的科技业代表，随去会访问印度，连续跨国合作成果，目标好多出来中国开港机器人 DeepSeek 冲出头。美国的 Stargate 人工智慧基础建设计划，邀请 OpenAI 在内美日韩科技业加入，目的是拼 AI 产业的国际优势。奥特曼伫首尔指出，南韩企业也是 Stargate 的重要贡献来源。另外，跨国合作的细节，奥特曼无透露太过多。
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来看瑞典森林教育中心伫昨发生枪案，包括枪手大约是有10个人死亡哦。犯案动机目前在调查。瑞典的首相是表示讲，这是瑞典有史以来上严重的枪案，粗暴歹毒、恐怖攻击。伫北欧的瑞典，正罕的发生枪击案，所以发生伫咧斯德哥尔摩西平200公里的城市俄勒布鲁，最始中道伫这座森林教育中心造成严重死伤的枪击案，定件过来话。En kille bredvid mig, han fick skjuta här i axel. Så han blödde så mycket när jag tittade bakom mig så det var 3 personer på golvet som svimmar och blöder. Men alla var chockade. Alla säger bara gå ut, gå ut.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警方的讲法，警方甲嫌犯有互相开枪，不过警方无讲枪手用什么武器。对于媒体报道凶手自杀，警方也无证实，并且要求大家伫咧警方调查时阵，唔当要枪击案的过程，甲凶手犯案的原因。Han är för polisen inte känd av oss sedan tidigare och har ingen koppling till något gäng. Utan vad vi tror är att det är en ensamagerande gärningsperson. I nuläget så känner vi oss tryggare med att fler attentat inte kommer att ske. 警方讲，案发现场正乱，损害正严重，对外界正关心死伤的情形，所以对外报消息时阵正谨慎，因无法度提供确切的数字。不过，甲记者讲，死者内面包括枪手。这个成人教育中心专门收20岁以上成年的学生，提供因小学甲高中的课程，也有针对移民的瑞典语课程，有职业培训，而且也为身心障碍人士开课。伫瑞典教育单位机构的枪击暴力事件正罕见，这件代志定惊规个欧盟。布鲁塞尔官员对这件案件造成这么大规模的死伤表示正愤怒。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前海基会董事长高政府的夫人，妇联会前主任委员高严德文昨过身咯，伊是食到105岁。高严德文伫1946年来到台湾，1949年甲高政府结婚，常常陪高政府出席两华交流的活动，包括1993年伫新加坡，甲1998年伫上海举行的孤汪会谈，伊参加真侪两华真重要的历史。前总统马英九嘛伫面册来怀念姑妈妈，讲伊推动两华少年人的交流，相信就是姑妈妈的心愿哦。海基会嘛表示哀悼。再来看今年全中运哦，4月会伫台南举行，到时阵台南的高中职甲高中小会休困4天，所以学校即马是提前伫2月初5就开学。之前哦，嘉义大埔地档升等了真严重的南西区学校，今仔嘛开学咯。南西高中哦，因为校舍损害甲真厉害，中间就爱3天的时间，所以即马是先搬去南西国小上课。5号的开学日，南西国校的校门口是出现2位校长，分别迎接学生到学校。南西国中因为受到0121的地震影响，校舍是毁损严重。为了保障学生的受教权益，师生拢爱到距离1公里外的南西国校来上课。那我们有105位学生安置在这边，然后22位老师教职员。还有学校那边，我们估计说大概多久会完成？大概要3年的时间才能够复原。好在南西国校的空间够够用，加上真侪南西国中的学生，嘛拢是国校的校友，距离上嘛袂远，家长接送的问题无大。其实还好。怎么说？就是感觉没什么差，只是换个地方而已。他们希望说国中那边赶快建好，可以回去自己的国中上课，还是怎么样？希望接受上还好，因为接受的话，我就是多跑一小段路而已。那个教室用的很那个熟悉。嘿啊，经济又好啊，把那个，因为小孩子长大有约嘿啊，有约学区，所以要把它分开啊。校舍中间有个需要3天的时间，这时间内是无法度回去学校上课。不过学校嘛是希望会当予国中、国校的学生有家己的校园来学习。我们南溪国中的孩子也是我们国小毕业的学生，那基于我们都是南溪的一个教育单位。然后于是我们就协助这样一个方式，让我们国中的孩子尽快投入学习的行列。伫新学期的第1天，嘛因应地震了后的状况，先进行防灾演练的课程。
加上辅助中心的专辅人员，甲学校辅导教师共同合作，启动心理辅导。台南市伫地震了后，总共有181所的学校提报灾后复原的补助需求，总金额大约3亿外。市府是采取紧急的修缮，甲经费争取平衡，协助学校会当赶紧恢复校务的运作。公司新闻温正훈台南报道。花莲市本地一日的本数量大约是60栋到70栋，严格伫过年后初时开始收本数，一日却收到180栋的本数，阁有真侪本数拢无分类，嘛阁有一寡危险这种烟火的本数，所以清洁队是呼吁民众一寡有危险性的本数，应该爱分类标示，才交予清洁队员。花莲市的本数场怪手将本数当作一座一座的山，加上进前也无送出的大年气化炉，收回占伫本数，现场已经付出到8万栋。这时开始恢复收本数了后，垃圾量阁渐渐暴增。大年夜那一天的垃圾量大概90几公吨，那到了年初4爆量到186公吨。其实这个量我们一点都不意外哈，因为年初4开工的时候，它的量包含有年初1到年初3的量。毋过，袂少本数伫遐拆开要分类的时阵，发现民众无好好分类，内底有袂少玻璃杆仔、金属甚至喷拢学袂平，互清洁队员工作真危险。真的要拜托大家，有一些铜啊、一些铁啊、有一些尖利的一些尖锐的一些物品哦，包括玻璃等等哦，其一定要分类做好回收。那其实我们都很怕我们的队员去割到。根据统计，1月23到28，花莲市收250栋的本数，初时了后到1月初4，佮收300栋的本数。这500栋的本数，目前也干那用暂时囤的，本数愈囤愈侪，什么时阵才用收了，也引起关注。那台泥气化炉，它一天一个炉就是只能烧200公吨，希望能够开第2个炉，因为假还是维持1个炉烧的话，我们的气化的速度还是太慢。清洁队员事后表示，春节本数上大问题是，抑个先土房车烟火无细致，就会互烟丝擦伤以外，还个烦恼有残留的火药，拜托民众将这危险物件另外分类，搁交互清洁队员。公司新闻花莲报道。新北市有一个查某人哦，伊路卡入去捷运站，伊无坐车，就伫捷运站内底甲朋友开讲，讲1点钟。出站的时阵，佮红收40块，伊真不满，就去理论，佮讲要去报案。也毋过台北捷运是表示讲，伫同一站哦，上侪只会当点15分钟，违反规定哦，除了上加票价，佮要加收20块。路卡入站坐捷运真方便，不过台北捷运有一项站内条款，就连普通时伫那坐捷运的乘客拢无啥知影。竟然有民众因为伫咧站内时间点伤久，遭到天罚性扣款。新北市有一位女性，暗时路卡入去台北捷运的南山府中站了，无坐车，时间出来人伫咧开讲，讲点外钟，无想到讲出站时阵被加收费用总共40块。伊感觉真无合理，找站务员理论，甚至讲要报警。15分钟时间应该是太长了，为什么他要在站里面15分钟呢？我觉得没有，应该是不要扣啦。但是1个小时，我觉得应该要扣，比较对，因为有的人在这边聊天也会影响别人的安宁啊。原来台北捷运有规定讲，伫同一个站内面不应该停留超过15分钟，无共站是2点钟。那超过就要扣20块，而且是算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民众利用进入捷运站，再搭乘这个捷运到其他站，但因为没有出站，就再返回同一个车站。在这种状况之下面，虽然有使用到我们捷运的这些讯送，可是呢，实际上却没有支付相当的对价，因此造成了不当得利。嘛是台北捷运就连代替要站内限时的规定，旅客爱伫咧到你到的所在了10分钟内就要出站。那么将会依照复兴号至少的里程票价来收费，一人加收15块。所以提醒民众爱注意时间，才袂互人扣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长头在大出高雄林园的长头，因为去年小人衰的风台，长头材也是死真侪，所以今年长头的产量减少4成，嘛较慢才大出。
像这拢歹耶，歹耶，这拢歹耶，袂大。农民比着田里的苍头，带大家看今年的失收状况。那大细粒差真济，其中大部分的苍头拢因为去年小连续几落的风台，也被大粒拢已经烂伫咧田底。农民讲，林园的苍头拢是10月左右开始种，不过风台将摘啊拢扫了了，若买无摘啊，和种作的面积剩一半，风台扫无去的嘛拢消长去。安尼产量安尼甲以往安尼差起来差偌济？差这啦，差有一半无？无一半连1分嘛，要差分要差正多啦。你大概逐年安尼啊，3区加起来当收偌？我本来爱摘5区的，结果无摘啊，拢摘3区哪一阵？林园区公所表示，林园的苍头面积原本有101公顷，因为风台只剩65公顷。去年的产量有5500吨，预估今年可能剩3250吨左右，失收将近4成。有农民今年因为抢无摘啊，所以换布条啊。林园苍头也因为风台产期延后到过年了，才刷刷开始采收。原本应该正常采收期是当时啊？正常，差不多在过年前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采收。啊，今年为什么较慢啊？因为待种子发布起来嘛，然后再重新再用一次，也要等土地干了才能再工作。做些人看天食饭，农民讲这水苍头连本钱拢收袂回来，因敢若希望天公伯啊会当斗3工，互今年的气候会当较稳定咧，莫互农民食歹趁食。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最近真侪人感冒鼻仔袂通，无爽快，所以真侪人会家己去买洗鼻仔来洗哦。医师是提醒讲，水若冲了上过紧、上大港，颠倒有可能会去伤到鼻仔、流血会感染。小师嘛强调讲哦，洗鼻仔的算是医疗器材，就爱看敢有医疗器材的许可证会较安全。最近国内类流感疫情升悬，根据疾管署统计，春节期间全台门诊就医有16.2万外人次，是近10年流感贵升悬。常常看到的症状有发烧、脑痛、鼻仔塌痛，有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也会自费买洗鼻器来缓解症状。不过医师提醒，若使用无适当，比如水流伤过急或者是伤过敏，拢可能造成鼻腔流血或者是中耳感染，拢要马上停止使用。你假如觉得耳朵闷痛啊，或是有鼻子出血很大量的情形，你都应该要停止使用。那其他假如你越洗越不舒服，鼻子闷塞闷胀哈，也应该要停止使用。医师表示，洗鼻器主要功能是照水流灌注，清洁鼻腔内底电病源，对于缓解鼻道炎、过敏性鼻炎这症状有帮助。不过，爱使用专用的洗鼻盐或者是生理盐水，水温差不多30到35度，建议每日使用1到2摆就会使，唔免过度来使用。小数个提醒民众买洗鼻器的时阵，一定要看过阿爸是不是有医疗器材许可字号。选购的话，选购有医疗器材许可证字号的产品，才能保障使用的安全。医师强调，正确使用洗鼻器袂伤害鼻腔，不过千万唔通用自来水，反倒会增加鼻腔感染的风险。另外，也免用低水，莫加用的生理盐水。若是使用了后，鼻腔一直无数字，建议也是看医生来检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元宵要到咯，今年新北市宾客天顶节2月7、8、12 2天举行哦，拢会有交通管制。新北市交通局嘛表示讲，今年有安排100台的天顶专车，计共是有8条路线，呼吁民众哦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当年元宵会有侪民众来到新北的宾客放天顶。今年的新北宾客天顶节是伫咧2月7、8，啊，搁有2月12这2推出哦。所以讲，伫咧新北市这边交通局为着要疏运旅客，原来是有准备天顶专车，要互民众。第一梯是伫宾客国中，第2梯是伫10分广场，为着避免车阵塞到规世界，所以有交通管制。因那专车路线当中有8条，像木栅动物园、随风火车站等等，自早起9点开始就通坐车。新北交通局表示，今年拢总有安排100台天顶专车，建议民众给运用大众运输。是到了106线的部分，以及那个台二丙的基辅路段的部分的话，都进行交通管制。那管制的时段的部分的话，是上午10点到晚上的11点。一般的汽机车的部分的话，都是禁止进入的。那可能就是要请民众就是依照现场警察跟义交的指挥来做行事。
其实去年并溪天顶节过以后，新北市府有甲在地团体合办竞选活动，甲吊在树啊、搭在溪底的天顶扣互清气，拢总是变出超过160公斤的天顶甲粪扫。在地社区表示，若天顶节，事实上逐个月因拢通扣100多公斤的量起来。比如讲，挂咧树啊顶较悬的，还是山边吼，迄阿姨啊因无适合入去，迄就爱等进山这个活动吼，啊，大家招来去斗扣挂安尼。大概一个步道啊5-6礼拜轮一摆嘛，迄扣拢100外。环保的天顶就是较袂造成用拄仔讲的掉咧树仔顶，还是咧那个河流里面安尼啊，对环境嘛较好。在地社区嘛指出，虽然有民间组织发明环保天顶，拢是怎做的，伫咧天顶就通完全收掉。不过因为价钱比一般天顶贵1倍，加上和在地沟通做无够，价卖的店少，推行无介顺利。但是原来有民众表示，为着卖老本所互当地，要是会愿意加开一寡钱来买环保天顶，为环境尽一份心力。记者卢尚珠、郑俊佑、新北报道。今仔是台北国际册展的第2天哦，特别安排台东、台南5间国校的学生来到会场分享因为家己故乡创作的故事册。学生哦嘛把故事改编做戏剧，那么做伙来欣赏。台南家乡国小的学生同齐唱《阿爸牵水牛》这首囡仔歌，扮演早期伫台南家里有糖厂5分仔车，同齐去甘蔗的记忆。这个故事拢是国校师生家己记录、画图做家乡特色绘本。学生囡仔也因为这个机会，深入熟悉家己的故乡。阿嬷的生活就是以前大家拢会种甘蔗，然后上课爱坐5分仔车。透过这个演出，我了解家里乡的甘蔗。国校校长表示，参与移动家乡故事绘本创作计划，互囡仔了解早期时代的生活记忆，阁有亲像台南咸水的小石狮、教堂，拢是在地的重要文化。很多家长拢会甲阮分享讲，原来咸水的发展是因为安尼来的，因为为的爸爸妈妈嘛无了解。我感觉讲，透过这个计划，互咱囡仔会当认同咱这个地方，咱讲爱去先去了解、认同、来亲近，对咱这个所在，以后嘛当发挥伊要保护这个社区，要甲这个社区发展起来的这个乡土的感情安尼。绘本创作计划是由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策划，目前已经执行16天。拜三伫台北国际册展现场分享台南、台东总共5间国校创作的家乡特色绘本。基金会也表示，希望透过计划鼓励国校的师生实际行达家乡，认捌家乡的人文、产业、地景，做伙甲充满特色的在地元素，用文字甲画笔记录落来。记者张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日本的手脚球已经有上千档的历史了。这款用丝线编的球是来自日本东条，做一粒要开几礼拜，甚至几个月哦。在日本的上川县哦，都有人手工在做，那么做伙来看卖。针长一米球体细过丝线，各将针揪出来。荷兰人咧做的球体是伫日本有1000年以上历史的手足球，这是为中国当代传到日本了后，发展用手拼甲耍的七头名，了后豆豆演变成做另类传家宝。日本の本当に古い文化なんですけれど、香川県の讃岐かがり手まりっていうのは。主に江戸時代に作られていただろうっていう手まりなんです。一般手足球有无同款大小寸尺，会用真繁复几何图或者是花纹装饰。其中各以编织手足球象征美观。伫日本四国岛北边的香川县，就是制作编织手足球伫全球出名。因为香川县古早就是战旗国，所以做叫做战旗编织手足球。不過要做就要先做好球體球心。一番難しいのはその元の土台まりですね。もみ殻をお寿司で包んで糸巻きつけてこの球体土台になるまでを作るのがやっぱり何年経ってもうまくいく時といかない時があるので。戰旗編織手足球保存會會長黃木英子表示。
做好球体了后，就用多样设计，每一粒球拢一条线，代表地球的尺度，要搁更较济到顶部甲底部的线，用引导做的人编织出图样。图样会用各种天然食物成分染色的面线进行编织设计。不过，这项传统技艺费时搁费心，即马只剩10几个女性技师才能制作出符合标准的编织手足球。黄埔兴做万碳训练节制作师傅，常常爱用10年以上时间，要互愿意继承传统手工技术人才愈来愈歹找，未来恐怕面临人才断层的危机。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1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调集全台湾表演艺术界将近500位人才，呈现1624年荷兰人占领台湾的历史，看见各大强团队客，精彩的武打场面、舞台设计、灯光配合音乐，引人赞叹的年度大作。宝岛大舞台1624。行动大好晓，会作战目标是抢不点。